感情又好吗？你们发现停2秒吗？有。这2秒我不敢呼吸。姐姐说要来跟我 PK， 我说谁怕谁呀？不听了。那有怎么改吗？不是，叶坤就坐在这里。真的好贴心还可以啊！帮你吃一点杏鲍菇。对啊。这是好贴心还是好无奈啊？老太太讲，有心情吗？没问题，心情没问题。哦，吓死我！你们有某心情啊，很会做效果哦，很会哦。会不会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家子做到80岁？都在满意来看的。上岸金勇士恭喜人家直接感觉啊！哎呦，哎，推，深呼吸，你推，就这样。对啊。啊，有捧你啊！哎，我们没有主食呢，各位。原来这是素的。阿纪，老妹，姜鼠人，康曼人卡厉害。哎呀，当然是蓝水还会上哦。好，当然是风吹转过来。做嘛叫无爱用讲诶，没人讲，今日蓝水、风水竟然是姊妹呢。我们说姊妹呢都冇胸吹呢，上来变熟在青烟一轮有体约白呢。冇啦，之前没有发生过。发生过这种命案现场呀。哎，可是有互相接触啦，东南的呢，做的原有这个互相 PK 的时候啊。今日主青烟龙沙哈，四府龙沙，我们就庆冠哦，咱短尬不是啦，本期龙沙一个没有公式菜哦，莫见天莫见豆就好。好。好，3號人呢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時長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牛放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英，大家好。阿峰哥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林信吉林師傅，大家好。阿林師傅好。好，馬上嚟來分享到係利豐區嘅茶水站咯，佢係來自台北萬華嘅姊妹嘅，係林覺姐老劉華園阿妹。好，大家好來看一下藍水的一片哦。今日強榮係來自台北萬華，今日係醫生黨，歡迎曾玲娟、溫宗麟。大家好。仲連睇過，佢係萬華區嘅里長哦。佢就是上的董州長官好。嘿，凍蒜。沒有。好啦，還有嘅林覺姐、老林娟姐，63年係姊妹嘅。係馬莎係阿姐，阿姐袂像，個不快會談阿姐嘅會。啊，不過阿姐都會用本老妹啊。那旁邊的小幫手可能沒有。他不是小幫手，哎呦，他們是。厲害了。對對，我們現在加油。鳳區嘅百寶箱地都有嗎？揀好嗎？係吹。乜你做誒？阿姐做誒。林覺姐呢，佢本身之前係做台菜傳台。對。做幾多年呢？超過3年。3年哦，太忙了，太累了。點呢？在萬華區。萬華一級戰區。哦，對，萬華區。那華園姐有沒有覺得長得像我們的老朋友？哎呦，該不會是哪位？李志龍的姐姐？當然不是啦，李志龍姐姐的姐姐，雪玲姐姐堂姐，哇，蘇八姐，做嘛？來私底下要同哦雪玲阿姐講哦，就聽我好好的照顧一下。冇問題。因為雪玲阿姐嘅命哦係啲叫轉來嘅。所以你是不是要？哎，兩位師傅是不是要？好了，這個同學仔，因為東紅雪哈。本山華園姐嘅本山其實賣 Andy 最熟悉的大學平民美食，廣東州賣超過10年。哇，所以古都台家都是寶必必餵養了普羅大眾。那種平民美食就是能夠最符合大眾口味的。冇錯，所以兩位師傅，好啊，實體之後咧，看一下藍水嘅一片哦，大家買個好食，伴大家分享。係，涼拌小黃瓜，你看馬莎做改。哎呦，剛剛還謙虛了一下呢。這個跟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？因為我覺得夏天吃小黃瓜，它蠻清淡的，很清淡，然後又加點櫻花，然後那個紫蘇梅，還有加點酵素梅，然後會回甘。他講你做改那種小黃瓜，凍菜。對，這小黃瓜就會覺得，哎，好像可以配點海南雞飯。對，哎，今天走嘛？扯遠了嗎？對，有點遠，就是到東南亞那邊去了。你覺得嗎？不過走嘛，該不會帶立種窮下來呢？我跟他媽媽是表姐妹。
哦，不是为了要威吓妹妹这样。哎，我当然是也是要来挑战妹妹。哎呦，这边你看，开窗的时间啊，火药味是出来嘞。对，哎啊，我很期待。我再次强调，莫点鲜，莫点豆儿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没有啊。拳头的话，我当没看到，还是要加油。吹毛多呀。对啊，好啦，阿牛一方呢，你先来看一下，到底蔡启家今日感情用班来金航体育馆嘅 PK 咯。用情来挑战，两关考验两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會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上來萬人較厲害，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今日嘅向前來挑戰哦，應該改名按到姊妹來挑戰嘅哈。剛下私底下唐基龍沙講哦，連開場的介紹小菜，私底下都冇讓對方溝通。真的嗎？對方都不知道嘛哈。啊，你看，今天整個標題來了。不過呢，阿牛妹妹本來節目啊，可以來較有可看性哈。冇錯。先來睇下講一下底下嘅導演嘅9宮格，啲都有8個題目。啊，唔過呢，除了各位來賓我來兩組 PK 以外啊，兩組加起來總分數，咪代表講廚師做的先幾道紅食材來變化料理。好，你先來給題馬上。剪刀石頭布 ，yes，立種，啊，再先來。藍隊先選。小心毀魚蛋。啊，你確定第一題就是？OK 哦，確定哦，好。哎呦，實作題當掉哦。好，底下一條因為金航呢，喺出地度哦，派出13到30秒地度，總共有600個機比，做得成功嘅用一個保特瓶，讓5粒卵黃呢分離，蛋白蛋黃分離，而且做得爛的而完整，按兩張算過關。好，第二關呢，其實你之前哦都節目當中教過你一個，它有一些小技巧，包括你嗌黑毛雞唔同法，對切片的時候，它有絕對會過去。又加狗圖。好，一下係林娟姐的字嗎？好，先拿這個保特瓶哦。6取5哦，4句1加走在藍台的哦。假設6加半句，我就給你掌聲。只有30秒哦，先讓你做一下前置準備動作，馬上開始了，做對嗎？好，繼續。搶開始，開始啊！開始，謝謝，好有禮貌哦。第一個通常要嘗試一些時間，碰上去再吸，因為它是用真空的你不要先壓。直的。好，你加嘞。側的啊。蛋白摸正差，蛋白摸正差，對，把它咕溜落去就好嘞。哎，兩加嘞，你看速度有加速哦。3加嘞，怕，溜落去就好。加油！走對，再2個就好，再2個就好。沒辦法，我5、4、3，你繼續，又去找不到了，姐。4點到了，我覺得上課。哎，沒這麼容易耶。不然你試試看一個。我都幾款啊？來。哎，那公學菜哦，懂個傳統的牛排點地位哦，那也是如意軟包，我都是要用嘴要貼落來。好險我沒有跟你外食。哎呦，還要沒有親嘴呢。好了，小心毀魚蛋，失敗。哎呀，幾句題吧，第一題而已。接下來問馮翠先一題。炎炎夏日必冇問題。好，這個來嘍。又是實作題，然後厲害呢，馮翠又仲要派出2比賽表，到1個1分鐘當中做得演出150cc 嘅檸檬水就上高關呢。冇想到呢，2組按危險，2個一開始都會選到1個唯2兩題的手作題。連2題，沒錯。來，林娟姐，為了避免這個前車之鑑呐，好，我一樣給你先看着你的道具。好，準備，請開始。哎，超過你要加風險哦，異想哦。哎呦，平常就練習哦。厲害，好。你覺得差不多就可以？不用弄到全乾，最後不夠再用。其實因為有可能是最後面才有比較多汁呢，對，它也比較好擠。對。加油！想下你跟勇士公司人家直接幹夠啊！哎呦，推，深呼吸，你推。醫生哎，婦產科的。往下，用力再推。我記得跳起。
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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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孕妇脸红了，孕妇脸红了，头已经出来了，看到头发了。赶快进！3、2、1，再来。好，洗点头，可以计算一下，感觉超过5秒。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有比生小孩更难吗？哦，难！哇！差这么远，果肉要去。果肉果筋，但我觉得还真难，不够。真的，说实在，就只见到头发也摸出来。真的比生小孩还要难。对，真的不简单。体日踢甜甜，失败。喂，第3题，咱推。相亲相爱一家人。对啊，立种嘛。好，来。靠近啦吼，中卷、小卷的差异，黑都奈岛 B A 黑触手的数量 ，B 黑外套膜的长度 ，C 黑生活海域的盐度，都带黑那个嘞。总得提示哦，你要听简单我也的。不知道。这个一家之主嘎是黑重视的冠种配就有热天地。真的吗？我是忠实的主持人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呢 B。哎呦 B 吗 ？B 种上来先 B，所以看它正确嘅答案係。恭喜就係 B。因為哦，該還有講到 A、B、C 哦，兩三種哦，都按到所管。其實冇乜嘅政策可以強用嘅東西，不過15公分以下嘅按到射件，啊20公分以上嘅按到套條，啊凍件呢是按到中卷，所以它是長度外套膜的差別。原來如此。係啦，恭喜！恭喜，讓主持人三號來馮圈先哪一題嘞？哪一張？换你们选哪一个？愚人节快乐。好的，請看。做乜解這五個一天要手鹽哈，而用鹽 A 係防止燒焦 ，B 係它容易吸收其他調味料 ，C 係鎖住水分。锁住水分。锁住水分應該要敷面膜，可能。你看沒有？我是建議哦。好 ，A 吧。好 ，A。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C 係啦。锁住水分。嘿，錯。你大家吼，有看過烤魚那個夜市啊，最近中國看到誒，其實強用嘅土力啦，就電餓之天哦，先漏掉嘅染哦，做啲處理保持嘅地表都係水分之外哦，還做啲增加表面上面嘅熟度，所以假設你電餓時節先會做到外酥內嫩，做啲先漏啲汆改染，這樣子可以增加它的口感。熟啦，熟一層鹽啊你，有冇看到？就是因為媽媽爸爸都提供安用粥，可是不一定講會提供乜嘅鹽梨呀。係啦，烤魚大家有吃過就知道了。嘿，來問藍水，而且呢題。减重達人看這裡。好。哎呦，就這樣。啊，兩紅皮啊！哎，我們沒有主食呢，各位。兩紅皮。原來這是素的。那有怎麼改嗎？是。葉坤就說的。葉坤的。好貼心還可以啊！幫你吃一點杏鮑菇。對啊。這是好貼心還是好無奈啊？來問藍水，而且呢題。減重達人看這裡。好。哎呦，剛博謙嘛哈。哎，錯來。減重期間，較無建議飲哪種飲料呢 ？A 係牛奶 ，B 係燕麥奶 ，C 係豆奶。你有減過肥嗎？不建議。是。不建議哦。不建議。較無建議飲乜嘅都減減時間。你們4位有人需要減肥嗎？你呀。所以我知道答案啦。怎麼辦？沒有人減過肥。是，沒有減肥。我是會覺得，哎，好臭屁哦，我好討厭哦。哎，我沒有減過肥，沒有減過我每天都在減肥呢。我每天都有控制飲食啊，他每次都控制不住自己的大嘴巴。我可以控制，他不行，他控住，我可以。好，那我每天堅果5顆，固定。他們堅持上個先挑戰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B。B 嘅原因係乜嘅咧？燕麥奶哦，佢有人係講名都按到植物奶，不過燕麥哦，佢主要嘅成分哦就係碳水化合物。佢講到亂拍節哦，有比頭年下底帶
讲到钙哦，有比牛奶下低，那钙下又讲到嘅豆奶，其實顛到無糖豆漿係最好嘅選擇哦。所以每看到燕麥奶當個用暴動當個寫的健康嘅兩家時就狂喝猛喝，因為有啲個甜票價，呢啲味道口感啊、梅頭啊，還有添加埋嘅植物膠、合成膠，還有糖漿啊，兩啲都係熱量嘅來源。沒錯。好，哎，師傅加油哈！來，重點是這個風吹，客家人必學。對好，啦。看一下哦。他感念你講八百的中菜係嘛意思呢 ？A 不成器 ，B 無緣 ，C 是一場空。有糖果嗎？八百的中茶用，嘛個係八百的啊，咩八類？八類哦，化噴，嘿，就係八分的意思。好，我有提示嘍。中菜為了大家等一下又寫出來好應該是寫。 A 不成器吧？不成器，有原因嗎？摸糖果靠直覺。因為它的營養成分不夠，還是怎樣？我不懂。你可以講八分的營養成，A 好嘞。 A 好嘞，不成器，堅持初衷，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B。做乜嘅呢？來談看下，他家年年當中我講咯，八百的種菜我種到哪度？菜染，我用花盆來種，什麼代表乜嘅？因為無染無緣。它是用那種諧音。諧音啊，台灣人就愛諧音梗啊，對啊連客家人都愛哦。我跟張博謙絕對就是八百的中菜啊，那我就是跟你無染的哦。八百的中菜。好啦，油蟹牌的師傅，用個恭喜發財！阿姨選好了，獻哎，目前是又熱紅嘞。獻蜜茶。兩題，請加油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藍水，这题有点瞎。哎，希望不要太瞎好嗎？加住哦。哪一種下降嘅膽固醇含量最大 ？A 係明下 ，B 係粗下 ，C 係龍下。我在猜啦，最低的，會不會是就是那個朝下。蝦膏會最少的，膽固醇會最低啊， B？B 嗎？好，丑蝦，因為它吃草嘛，是不是？明確亂教，沒好，好，直覺嘛，躺冰住了哦。我不是這個答案。莫看佢嘢，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 C 龍蝦。怎么这么难？其實龍蝦哦，莫看佢嘅體型哦，這樣子就是動態口完喲。體那個霸氣外露，我就會顛倒，因為體型下態，就代表嗰個運動量下態。所以既然它運動量大，就代表它內臟脂肪還有內臟的膽固醇都會下帶掉。所以我假設今日有講帶你嘅膽固醇攝取哦，就無論任何嘅蝦講哦，跟蝦講睇都冇一些咯。哦，對啦，龍蝦。沒關係啊，師傅接點。我們現場有龍蝦嗎？沒有，只有蝦了。那也不至於太失望了。對了，好，來最後一題，來紅隊看了馬上看，選我不焦慮哈。好。B 唔好嘅人啊，推薦先哪種項目嘅用料較好 ？A 係啊嘅較少嘅，有一些嘅污點嘅。B 係強嘅用料 ，C 係黃色嘅用料。哎，怎麼會？胃不好呢？胃不好。那個綠色的應該是比較澀吧？嘿，較寡味嘅感覺。A 嘛。或者是你問問看我，就是我們今天想吃一道菜還是兩道菜？對啊。A 哈。好，到底今日係熱拖出嚟，也係涼拖出嚟咧？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，就係兩種食材料。好啊，咁我喺我哋撈大家介紹一下到底做乜嘅咧？因為有其實三種嘅醬料啊，對胃腸其實都當好。我點到係堅熟嘅醬料啊，佢減胃又加鮮火按到磷脂質。你睇磷脂質係乜嘅咧？就啲抑制胃潰瘍嘅發生，所以胃唔好嘅人哦，就啲食下鮮熟或要半點嘅種醬料哦。有一些不點呢。好，恭喜鳳芝南區平手1刀水。兩項。菜瓜啊，看有東西都得是什麼鹽巴炒菜瓜？安陽就好了。就這樣。對啊。啊，兩紅皮啊。哎，我們沒有主食呢，各位。兩紅皮。本來就是素的啦。好啦。現在。哎本來想說，那介紹一下你本來。你係鹽奶，啊你係
电那个优酪乳，那个就是那个黑小的吊锤。你看平胸心，侬会写的多呢。给他们带回去啊。还有俩的。好了，八公人豆腐以马松来粥，来看一下师傅用板来编发喽。师傅上菜了。好，给妹也懂挑战，而且呢 ，Andy 哦，甚至真的是千王，上礼拜7天的2道食材，也是我们的仔吹小王子。用个三哦哈。我想讲啦，含黑说了。好，有向后吹秒吗？有凉拌丝瓜。哦，浪摊哦。这个是要让大家觉得很惊艳哦。有。我们刚蓝队带来的是凉拌小黄瓜。刚才那柠檬汁含进来没？好，鸦片呢？好，不可以头尾，不可以去除掉，就做对嘞。好，那削个时间呢？好，做点按钮，好，慢慢的哇削。哦，那个炫技的部分。慢慢削，按钮。因为没摸好线呢。料黑重点哦，因为我们要把它把它大概绿色的地方留起来。哦，为什么？用凉拌个时间呢，你不会看干。哦。专门得跑到几个低度哦，啪啪按钮，专门得。哇，学习了。对，跑到啪啪就不会跳。应该。重要呢，叫是该皮哇，是都还有脆度，因为叫要做凉拌的。啊，那有做么改吗？不是，可以坤就做的嘞。可以坤的啊。好贴心还是还可以帮你吃一点杏鲍菇。对啊。这是好贴心还是好无奈啊？很无奈。不会啊。但是其实安永天呐，因为我觉得主要这一关哦，为都觉得变相就马改是做马改，又对我们变相手指就寸流那写出来的几点。对。哦，好，料片呢就本给，然后料个底度该啪啪个地方呢，本给修下来。料呢做对铸铜啦，哦，因为该电它会做凉拌，所以我把这个里面该拍摄个地方呢，本给拿出来。哦。那个给张伯谦带回家。哎，人家煮咸鹅啊，咸鹅冻我是，对，用它姜吗？应该煮咸鹅冻，它关用蒜头呢，其实冇正差系冇，姜吗蒜头都做得，姜吗好，去腥味。蒜头很少人这样做吧？那好，其他好学蒜头，你不敢用吗？你放辣椒，你不是最爱吃辣椒吗？哎，你真不了解我。好，料片呢，本给切断用。等一下要用盐巴吗？不是，等一下通过就做对了。哦，通过以后，然后捞去冰镇，再做凉拌的。所以捞一半的菜那种凉拌的猫熊肉，它不用先给它脱水。不是。因为夏天到的时候，真的家家户户都有种的太多的菜瓜。菜瓜哎，不错，公上司真你们都用来吃饭的。真的很少吃过凉盘。好，切一丝一丝该就做的。啊，公食材假使改下吼，含有其他的食材，你简单上会做的做乜嘅？就咖喱该还不错啦。马沙地利用它的胆固醇清代呢。对呀，可是我有猜对。哦，因为你想说高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我给通一下，好，那个辣椒味，好，我给切丝。好，千斧且细且挑。同应该没冻加了哈，差不多1分钟就好了。应该配一点颜色啦，啊，就用那个辣椒味就好了。哎，辣椒是怎样送给你的吗？刚才没有这个东西哦。有啊。黄鸡脆果。不是只有2个吗？黄鸡脆果。一丝丝的就好了。好啦，我们把这辣椒当成是冰箱常备品，蒜头也是啊。嘎嘎夫妇一挺我以为。OK， 那就。好，那个蒜头哈，帮你切一下的。那我最想开箱的还是徐师傅家的冰箱。对啊。他前几天又 PO 一个什么家珍姐外出，他跟1晨2个人吃啊，那一碗饭大概是你去日本料理高档店吃的。我1个月的伙食费。干贝啊，乌米啊。你3年的伙食费，他1餐吃掉。Otoro 啊，是暗后。冻饭在家里面做。好，料片呢，好，不给通过半熟就做的，因为等一下捞起来它有点余温啊。好，还有不给捞起来。很包骨用水煮啊，会不会比较湿？如果我用干炒的话呢？干炒的话也可以。好，你看有那色木就被它讲。哦，好呛啦。用炒锅呢，就会变粉啊，就是氧化掉了。好，哎呀，就做对了。你刚才怎么挑母吗？好嘛。其实非常快哎。而且这个算是大学生在宿舍没走的。
大学我们都是煮火锅哎。哦，你什么大学这么好？大学生煮泡面火锅最好吃了。对啊，下一次可以煮个泡面料理吗？好，那这位酸甜。好，李师傅有在听。嘿，有。哇，等下马上送的，马上送。这是场外救援。老太搞讲有新型吗？没问题，新型。没问题。哦，吓死我！而且你用抹新型，很会做效果，很会哦，感情又好吗？感情好。你们发现停2秒吗？有。这2秒我不敢呼吸。姐姐说要来跟我 PK， 我说谁怕谁呀？不听了。好，那这位酸甜。好，李师傅有在听。嘿，有。哇，等下马上送的，马上送。这是场外救援。怎么又有一个常备酱料啦？你是不是该那这位？要不要开变香油的？哦，香油。我们现在赠送满足。对啊。好，一输类桶。对哈。一点点的，很棒。这样面都比通还小。嘿，因为了个豆瓣酱给低度就含味了哦。哎，我觉得反而是加花椒。哎，没错呀，川味。还有 detail。对，硬的一定要硬的，白芝麻，小黄瓜啦，椒麻酱，嘿啦，椒麻酱都没有，大概都包3样。好，凉拌丝瓜，安永就后 C 喽。来分师傅一个重赏，大家单枪有利用红色彩听听哦，来看一下呀，四川米线黑梅老太子噶，很惊艳，非常的惊艳，谢谢。来，脆瓜卤鸭嘅咸豆腐，用豆瓣酱来调解。懂好食。魔鬼叫佢保持嘅呛呛的味素。很脆耶，它做得熬的东西。对，它价值的如何？它超快的哦。哎，客家界最快的男人。料理。这样是辣的，也有表酸甜的。哎，做得。一般来讲的话，它只有上到脆瓜做的做冷盘。对，脆瓜一般来做猪汉的呀、面线卵啊的哈，然后是哈，所以如果有时候像是有没有客人来家里的时候啊，然后主要的主食还没准备好，可以做按冷盘先比较的开胃，就像那个韩式不是很多香菜嘛？对，中岭台购又慢宜哈，立庄又慢宜哈。一挑白美黑万发去的选民哦。万华很多小农可以教他们这样做。走对喽。好，然后呢，真给我拿出了真笨蛋呢，都有准备自己的拿手菜嘛哈。彼此都不知道哦。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做下练功夫，真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卤菜。新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会前面呢。实在准备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。最杯米馆呢，都带两组嘅两姊妹嘅，爱拿出嘛嘅料理来太冰豆呢。先来问一下凤翠咯，凤翠带来嘅菜名系乜嘅？色炒肉片。色炒肉片。莫怪系雪玲阿姐的堂姐，雪玲姐最爱五行了。而且你们最重要就是跟我不跟你就要讲啊，要先漂亮。那你又开始动酱了，用个山哦。对。好，你有先卤沟诶吼。有。好，最杯米馆哦，老太讲有新型吗？没问题，新型。没问题。哦，吓死我！我你能用抹新型，很会做效果，很会哦。没问题。懂波哟。OK， 好。哦，我看一下冷水的片哦，今日带来嘅菜色菜名按到嘛改？它加炒年糕。哎呦，炒天板，而且它这个算是宁波年糕。好，用嘛个撇字除到抬杠小改。我们有特别的秘密武器，猪油的油葱酥。
自制的，珍藏的，自制祖传3代，妈妈做呀吗？目前第1代。那你这行传下去，我之后会门眼来了，门眼顺了哦，赶紧穿大底哦。好，最后一关，阿 J， 立总有信心吗？有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數3、2、1，唱開始。走得開始走了哦。哇！來，看一下咯，五星炒肉片。呀個，發現機有貼片老娘，俾老妹堂姐，就把老妹有嘅交流啊。你講謝啲啦。係啊，有哦。你會嘛字頭咧？講係客家小炒。你講自己傳過天涯係客家小炒？嘿，冇錯。既然專業，我哪敢拿來這邊？哎，你很專業啊！專業咩？你昨天不是還是有來探班？不是，他做那個廣東粥做了10幾年了。對呀，忘記怎麼做。廣東人做的都沒有他好吃呢。忘記怎麼做？其實我覺得粥最重要就是料要敢下。對。煮到要勾勾的，扭扭的。先那個鹽巴。不過，你這個林覺姐啊，林覺姐你去講咩？係做掉旅遊當叫的時間嘛？除了之前都台菜餐廳，在那之前呢，貴婦嗎？這樣夠不夠？也是家裡小孩，也是貴婦，對，家裡小孩喜歡吃，我就會常變化一些。他只是去台菜單料理，對。有啦，對。做推菜嘅菜法嘛，是做內倉嘅係外倉？哦，都可以。哇，18般武藝，都可以。而且你今天髮型很像新娘子。是啊，我在家裡都這樣。你在家裡每天都新娘子？對，就這樣盤。你那個刀子不要亂揮。對，姐姐沒有在這裡哈。好。不過說真的啦，都是你啊，那邊亂講話，跟姐姐感情是很好的吧？是啊。今天是你邀姐姐來，還講姐姐抽你來的嘞。姐姐說要來跟我 PK， 我說誰怕誰呀？拼了。那看起來是。所以是啊，這個門頂上高級門檻啊。所以你應該有滷嘛個東西，有啊。也是醬油、調酒、糖、太白粉、蛋，就這樣。是。嫩啊，對。像這種去市場買時間，我有來講，然後還有辦法這樣里脊肉切片，就是肉薯，怎麼講？整條的里脊肉啦，就肉薯就里脊肉。對，做的像幾千啊呢。你還會讓你路過又在洗倉，他們會賣那種有醃好的。可是那比較不知道，我們醃的比較營養，我們知道。你們醃的比較營養，不用買個東西你自己土地。也不知道我們自己用什麼下去。秘方，安全最重要。秘方，對。好，我們大家都勾都做了哈。好，我們去問姐姐哈。好。林娟姐好。走嘞。來，天天走。還是說這一趴其實是里長做而已？對，我管機會搶機來。對啊，里長是我遇過最像長官的來賓呢。沒有。立總平常吸毒愛用梳這種油頭。沒有。那平常吸的髮型是我們髮型師做的。對。哦，你沒有跟他指定要撥籤的這種飛揚四溢。你這是一個好的範例嗎？是啊，那個款列吧，範例啊。問看下，剛才我們同樣的問題呢，又問過了沒？嘿。感情又好嗎？感情好。你們發現停2秒嗎？有。這2秒我不敢呼吸。但是我們聽說，你想下個展貼的。你要唱起來啊？對，挑戰他都開過餐廳，那我沒開過餐廳。走來煮。我們一邊做。我林覺姐之前係做嘛該嘞？我是做衣服的，手動巧。顧問你，我現在還有在上班。裁縫師傅嗎？裁的。你看，都厲害，還有接班師傅。都有。跟你皮膚怎麼保養那麼好？對呀，是。對呀。基本派先呢。你的料理總簡單呢。很明顯看得出來就是全部的料全部丟下，變炒的呢。里長在里民服務上有要煮共餐給里民吃嗎？有哦。台北也有共餐哦。有。你係哪家里啊？鼎碩里。晚發鼎碩里。那你自己是不是要推廣一些客家話在你的里民？就是用慣個風符嗎？我們跟客家委員會有辦一個客語班，每個禮拜5的下午2點到4點，有客語老師帶我們里民講客語。
好棒！毛轮淹水都做在产品。哦。可是其实哦，钟林哥很厉害，基本上呢就是北医营养学系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！你在护理耶哦。学霸呢？哦，那你问老，你之前的转业运用在李明服务上吗？会啊，我们办了很多跟健康有关的课程，好棒我们邀请很多医师啊来讲大家比较关心的，比如说癌症啊，比如说是一些新冠的疫情等等，对，我们都会不定时的办一些讲座，透过以前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来跟李明做互动。哇，这个好让人羡慕。会想搬过去的哈。会。而且韩国你安保族一定也有相关的这种烹饪，或者是让李明学各种才艺的。有，我们其实每个1到5都有课程，不同的课程。还懂念来，都没容易的。啊，这个李明应该都在看电视，里长加油了！里长加油！接下来这趴哈，锅铲不要离开你的手。刚刚说是上华鼎硕里，上华是昨天那一集。鼎硕里哈，我们扛着鼎硕里的全村的希望啊哈。该抛黑啊，差不多嘞。好，我们姐姐终于有任务了，来。我给你盾牌，姐姐，因为你太漂亮了。这个会不会比较好？不会，你可以比较好分开。又水。用这个，先等一下，我保护你。不要，有里长在，不要怕。里长，换你保护他。里长在。安好，有水。好，那沥水了哈。里长是里长医生呢，医师里长。声音。哦，这个危险的部分先交给你了哈。你看里长多么镇定啊！哎呀，暖男系里长。真的。哦，来先狗皮款一下龙膜该点。哇，这边好干净哦。对哦。哇，花园姐之前有來參加過比賽吧？冇成功，冇來，唔敢來。做馬雞唔敢來。你門按多，我都唔曉按啊。係啊，我們三顧茅廬哎。係啦，基本動作司機啦。他對我們，你昨天帶我去整盒的燒餅都他買的。你還有帶轉移？哎，有嗎？有嗎？對。這個肉看起來就這個動口鮮呢，因為一路改什麼講，還是想到中秋節圖還安永天，對不對？對。要夾吐司。對。吐司，然後你現在撈給韓國。對，這個夾吐司很好吃。不會瘦了吧？那叫整片的。對，夾吐司是整片煎，加一點白胡椒。啊，加一點，反正色香味就把它做好。對。林娟姐呀，你平常12月出門去多少年次不卡？2個。我跟我老公2個人吃。可是我不喜歡吃外面，我還是三餐老公，裡面都是自己煮的。然後吃飯的時候有點蠟燭嗎？好浪漫有。會不會到最後我們就是一家子做到80歲？都係買英文看啊！真好吃，我養的，我哎呀。可是我不喜歡吃外面，我還是三餐老公，裡面都是自己煮的。然後吃飯的時候有點蠟燭嗎？好浪漫有，真假的？還是老夫老妻還是要，還有高腳杯嘛，情趣，儀式感是要。對，他們有定金呐，要經營。我跟我媽一起吃飯的時候，我也會幫她點的。哎呦，對呀，熏香之類的，沒有啦。但他是不是3-2口就吃完？你冇感覺兩份不一樣。其實我真的會跟他們一起吃飯，而且我會差不多快點。我覺得你還是找個另外一半會比較實在一點。我啱啱先講改變咯，都幾吵咧。對。哎呦，了解，又秀都聽你了。差不多好嘞呢。哇！人家天板是落去秀落去、收落去，要收那個收汁嘛。對，要收汁，還沒有。啊，該時啲咯，上講炒天板啊，怎麼個上講用寧波年糕？因為寧波年糕它比較 Q 啊，所以有時候我們客家人有時候很喜歡吃板的飼料。韓國嘅胸骨哦，全部有別個哦。有。你可以讓爸爸呀、讓媽媽給配合下家人。我們爸爸。爸爸給。那你的原鄉客家原鄉喺度嚟？永威。永威。啊，總領呢種有生意嚟冇？
有小孩了吗2个。高几多哈？高中了，2个都高中。有这么大吗？我2个都高中了。看不出来。啊，有。我比较早结婚了，我20几岁就结婚了，2个都高中。你又在给他压力是吗？我也有压力，你们没觉得？他们2个没压力了。哎，会不会到最后我们就是一家子做到80岁？然后我们开场的时候，然后这样弯腰，得了满意满看的。其实可以了。好啦，差不多了。它这个越煮会越黏，对不对？哦，标准。那怎么个不用调出来啦？对颜色，营养学 D for you 了。哦。好，我们先来倒酸喽。天草马上来倒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试试看那最笨的一关，那部卡米西卡粘掉喽。来，本进来倒酸。好，大家可以真给我的开箱豆袋，那煮都要卡好喽。现在吃吃看那风吹的料理。哦，无心炒肉片，这个肉片跟这个内挂，对，加一起吃，好会比较好吃。好，口感。这台菜大厨的建议哦，谁不听话哈？它肉片卤的很够味，完全不会漏漏啊，吃不到那种柴柴的猪肉里脊的那种。超嫩的，是先腌过再炒，放在冰箱1天，让它的甜度、咸度吃到肉里面，味道懂对，味道才会出来。黄姐，你之前有吃公母？不是，给你吃多，不爱吃过。那你吃了牛排？真好吃。我养的。我你呀，罗妹讲哦，人家鹿牛是天然也是可以洗鹿嘞。林娟姐，你觉得呢？你吞落去，立总，我按哪一下？都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怎么会想到这种中秋节的烤肉？对。然后牛肉，我们在讲他们很甜的口感，加上这个帕妈画龙点睛。其实肉的料理哦，如果你不知道那诀窍的话，你真的没办法煮好。特别是那种新手上路，想说，哎，为什么我的肉直接下去炒就不是这个味道？而冲咖才是有个要有技巧。对，先录一念，炒，对，一定要先放冰箱1天。好，咋个都会完成冷水的哦。这个是哈嘎炒天板，算是钟林哥有想过这个营养均衡的料理。哇，然后我们在讲炒天板里面，因为它又少豆，它完全的那个痛水啊都滴落去嘞。而且我觉得加上 Q2 还非常聪明呢，天板本身的 QQ 哎，然后 Q2 破口以后嫩嫩的，它那个口感层次非常丰富。像米酒总像你哈加炒米粉，要么改个配料香气。黄姐吃牛排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哎，你风吹烤色呀，蓝吹烤色，全部好吃。哪两个经过就好好吃。我要的火药味呢？我的健康比较第一。对，林觉姐你吃牛排，真好吃。真好吃。你目前还冷水，对自己做的这道料理有信心。冷水好吃，也还有风水好吃。单选，客家味。错，2个人重叠。客家天时推客家料理，一定要有客家味。好，我到底等下客家嘅师傅最母营养半小，就叫你看了。轻进中喽，加头前呢是1比1，各得1分。都在最关名，成绩会很用班呢。现在唱师傅风吹唱本分数，满分。好，咱这个压力来嘞。不是平手的话，就是有一些对，就是姐妹之间了哈。我再讲一次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哦，来，冷水得到几多分？哇，更厉害了，差几分，差几分。其实不，你是关键那1分。啊，其实两片煮的部分呢都做了冻好，加香味咯都要炒出来，是正差两片的肉的问题。啊，两片肉的问题有入过是多含润，啊，两片可能下肉下菜一点么，是正差的问题。那经验处理的方式呢？
你从两片用，你做咧从抓一些太白粉落去抓盐，炒的部分你做咧先炒起来，按个溜起来，水面上不用用太，按吃炒东西含嫩那个正常的问题。来参考一下阿吉师傅。风土鸦片呢，伊个处理个食材啊，像个铁板烧个梅头，伊个香味种肉啊，就煸高啊。我觉得让我非常惊艳的地方係個小黃瓜，伊就用那個鹽啊，幫佢滷過，啊滷過洗起來就唔會有個生生嘅味道，所以起來當好食。啊南土鴉片呢，味道整個個油葱酥嘅味道都會出來。啊唔過有小小嘅建議，做啲你老那個甜飯，做啲用水幫佢通過，這樣幫佢落去炒。啊用呢，伊個甜飯會較軟，啊低度炒呢，伊個澱粉質出來啊，這樣唔會按用比較濃啦，所以按用燙過之後會比較好一點。看唔下。森木师傅非常有学习了，但是呢，素养没重点，重点係講難得有機會，大家做來天時留養，又做節目嘅來賓，又做食到大家安好嘅料理，成績已經出來，馬上就來頒獎咯！節目即刻送上。成績已經出來嘅，總共最背面呢，你彭翠係得到7分，南翠得到6分，現在恭喜彭翠得到3000元嘅價彩金提名。恭喜！好，韓國大個女南翠吼，得到係陶土維亞 IH 健康鍋煮，含有兩姊妹嘅感情啦，兩姊妹太開心了。因為真嘅農朋友，姊妹不管乜嘢樹乜嘢樣，都係養啦。係啦，穿到一個比喻，錯嘛？係啊，我卡只有要兩姊妹來講，還有3個弟弟，還有3個弟弟，那還可以來3次，可以來3次。好啦，先問一下華苑姐，因為華苑姐呢，華苑姐沒懂得做菜。啊，今日一擺總算來嘅，感覺樣嘅，心態樣嘅，係咪緊張冇？老太講一下。誒，緊張係會啦。啊，像我你咩清河教嗬，下擺都抽同學啦。講好嘅啊。好啊。清涼。好。人家板橋嘅同學全部咪板橋嘅同學。我同學都睇屏東比較多。係啊。基隆也有，反正到處都有了。啊，就是反正也算同學會啦。係啊，算同學會。做得來要特別攀同學比哦。聯動感情啊。因為我們1、2、6、細心嘛，哈，就是可以把全部整班車約過來。哎，我們沒有過這種老同學大車評，我覺得蠻好玩的。哦，好，盡量。有屁哦，謝謝。林姐姐呢，老太太講一下。很高興，因為頭一次來參加，覺得好玩，把我自己喜歡吃、小孩喜歡吃的料理。就讓大家了解料理怎麼煮怎麼配色五色俱全，所以感謝你們。哇，表現得非常好，下次把弟弟 Q 他邀請過來的比賽，好，可以。哦，大個女係特別哦，真厲害，前然到全後生嘅呢種，今日來參加要買感受。今日來參加客家電視台一家之主的節目《動飯喜》希望把客家的文化跟美食推廣到社區去，持續努力。係啊，希望你子說，希望你，也希望你繼續連選連任，做得老倆有創數川島體三團。恭喜大個女係羅阿姐啊！哎，今天下戰帖，結果本羅梅那條獎金呢，會走心嗎？不會，不會啦，還是親姐妹啦。哎，只是回去3天不聯絡。不會，我們姐妹感情很好。對啦，有什麼心得嗎？知道一下，我妹妹的手藝，她很好。那我想我的手藝也不會差到哪裡去，就成績問聽聽。對，所以今天就試試看。沒關係，好玩就好了。謝謝你們給我們這個機會。唔會，但出戲之後係利用當韓國嘅機會，喺度咧調控它，大家還可以齊聚一堂，也是一個很棒的也時節啦，哈，感謝你哦。謝謝。中年李總妹做啲抽人李明 Q 下來啊，導演啊，你要做啲爆料台的遊覽車哦。當做係一個這個算是離鄉的旅遊，可以哦。戶外教學，嚟做啲導演嚟聊。嗰時候呢分享睇次間嗬，不過係抽人親戚朋友、老同學、鄰舍 Q 下來啊，你嘅節目當中，你就當分享你透過料理來聯絡情感。
係啊，你一攝節目吼，就可以隨時就講哦，非常嘅好看吧，吼！歡迎所有嘅姊妹，也係裸體向體全部強下來報名參加哦。而且參加節目還做得強下長知識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下禮拜。